Hello， 各位你哋好，今條片我再介紹環境優美嘅珀麗灣去片。Hello， 各位你哋好，我叫 Lala， 今日我嚟到珀麗灣介紹一個4房2套房加工人房，再加露台，再加天台嘅特色單位。哇！一入到嚟個間好大啊！呢個樓高起碼有成11尺以上。我哋先嚟參觀個廚房先，個廚房都相當之闊喎。而廚房呢邊咧就有一個小嘅工人房，個工人房咧係有埋個廁所嘅。跟住我哋出嚟呢邊咧就有一個大平台，呢個平台咧可以愛嚟晾衫。我哋出嚟睇呢個，我哋先嚟到睇呢一個細房先。呢度有幾個細房分佈，一個房、2個房，跟住嚟到呢個咧就係第一個主人套房啦，係一個雙洗手盆嘅。嚟到咧，主人房呢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空間，喺呢個預留咗可以做一個衣帽間嘅，可以擺好多衫。呢邊咧有一個洗手間，跟住再嚟睇我哋嘅第2房啦。呢個係第2套房，呢個套房咧係可以行出去個平台度嘅。呢邊咧有我哋一個可以燒烤嘅地方，而呢度咧有條旋轉樓梯，可以上去我哋嘅天台。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大嘅天台啦。OK。關於呢個特色單位，我就介紹到呢度，跟住我再帶大家睇下周圍嘅風景。最後，我同大家介紹呢度有一間餐廳，裏邊啲嘢都幾好食㗎。如果入開嚟珀麗灣，可以試下，詳情可以 PM 問我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